看大象去。3种象，我们来看的应该是亚洲象。第一次看到大象，这是一头小象，给大家看一下。来个新鲜的啊！碰瓷，这个是酸角，酸角，云南有啊，我们自己用过，但是为什么要给它讲？因为想看的美味。高端的食材，我们只需要采用最朴素的烹饪方式，看起来很好吃，但它其实是大象的泻药，方便它排便。哦，发财要吃。陈浩南来，独立营业的大象呢？拜拜，考分卡。现在去下一个地方。